2022年的大台南眷村文化美食节，伫咧10月20号到21号伫南区的大南路盛大登场。南区区公所特别伫10号上午邀请到大型幼儿园的小朋友为大家带来可爱的开幕表演。市长会替甲真侪位议员嘛，做伙到现场邀请市民朋友伫咧活动的2天会当踊跃来参与活动。眷村文化美食节哈，我知道眷村早就不仅是台南市的行政区里面，事实上也是台南市的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随着眷村的改建，很多过去这个在眷村时代的人情味啦，或者是这个美食啦，或者是他们的风俗习惯，慢慢就模糊掉了哈。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个眷村文化美食节，能够唤起一些人的儿时记忆，或是一些人的来台南的记忆，或是一些人这个想要好奇了解的这个想望哈。所以我们很希望借着这个节庆能够有更多人来走走逛逛。我们都看到办得非常好，带动地方上的繁荣。那当然我们在南区就是一个眷村文化园区在我们南区所以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办小型的。有够细场诶，我们就是区长也非常的辛苦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每次都办了好像非常小的一个就是联货大街，眷村联货大街。所以我们一直讲的，我们希望能够恢复像过去我们在水交社办的我跟当地的里长，我们自己办的水交社的眷村联货大街，我们想要找出那个感觉，我们要找出我们眷村的文化。另外，台南的购物节一直到明年3月才结束，今年搭配着5八结算到昨日为止，无算帮乌买卖，总金额已经有38亿左右。要请民众在美食节的活动期间，做伙来食市集，并加来试看卖当地眷村美食。我想也搭配我们台南购物节的活动。台南购物节从8月23号到昨天为止，已经突破38亿的消费这个抽奖金额，不是消费金额因为有的人消费没有来参加抽奖，有的人消费金额还不到抽奖的门槛也没有参加，有的人想说，而且我们台南购物节是没有灌水，不是把买车的啦、买房的啦，通通灌到购物节里面，因为那个一个房子就几千万、几百万、几百万，那这样一下早就超过了，所以我们这是基本上都是小额消费累积下来的，所以很希望说大家来眷村文化美食节，大家来台南购物节。市长欢迎大家伫咧10月20号到21号日日来参加美食节，并应着今年有真侪振兴的活动，邀请全国的民众会当加来到台南，来食好、耍好、抽大奖。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